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若看到遐尼伟大的大帝王伫面对上主的时，伊有原是安尼谦卑佮感谢，咱着搁较来学习谦卑敬拜咱的上主。伫歌词的第二段，伊嘛写着至大的救主，疼痛的上帝，是照顾咱人类的天父。伊互四季稳定，束缚伫天下，产生出产补完的欠缺。咱有今仔日遮尔美好的生活，拢是上主的创造甲赏赐。咱着爱敬虔来感谢伊。伫新春的开始，就请咱用一个虔诚甲感谢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来讹乐咱的上主。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第一站。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讹乐感谢主上帝，我是主是我的上帝，伊我创造天顶地，讹乐专领主上帝。一大救主了上帝，照顾人类的天地，所归我传输我天下，残忍主山我万天亏，我能只管主上帝。我的心神，天生了记主的名，伊是全能永恒上帝，永远的你天顶地，我能只想主上帝。咱是圣诗，第二首圣诗是第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这首诗歌的迄个旋律，大家嘛是时常笑的。伊的歌词一开始嘛讲着，圣会独一的地基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伫哥林多前书3章第10节到第11节，伊嘛咧写讲，照上帝所赏赐我的恩，我亲像智慧的师傅头。有下地基，别人起伫迄顶面，总是逐人着警醒，怎样起伊？因为所下的地基以外，无人会下别的地基。地基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咱的信仰就是要对主的真道来鉴定，来尊探圣经，咱做伙当心来信主来活。虽然讲咱信仰的过程，咱会拄着挑战甲艰难，总是咱的心望，若看主伫头前的时，上主会引带咱得胜。既然咱的信仰拢是建立伫耶稣基督，咱嘛合适合一。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2节嘛咧劝勉，恁着互我的欢喜充满，就是当心志，当仁爱，心神和合，心志专一。教会建立设立伫地上，咱伫内面结连上帝，也安尼彼此结连，就互咱三教为主来拍拼。恶梦伫天，咱拢有一天咱拢伫天甲主做伙享受极大的恩典。请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圣会独一的地基》。我
咱受采献的诗歌，是圣诗第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这首诗歌伊的作词的作者叫做葛莱顿 （Glenton）， 是美国一个社会福音运动的一个领导者之一。伊这首诗歌伊咧做的时阵，伊是受到商业甲政治界的反对，伊写上感觉真艰难的时所写的诗歌。伊有4段的歌词，第一段伊是因为因某常常会破病，所以伊求上帝会当帮助伊，会当克服迄个艰苦，使伊有会当忍耐，会当战胜迄个操烦。第二节伊是替传道人的祈求，会当更较有信心、有效的会来引带人来归向主。第三段是祈求伊的信心甲信心，因为伫雅各书嘛有讲，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着爱互信心甲咱的生活的行为相扶持。第四节伊着讲着，只有基督做伴同行，咱才会有平安甲盼望。这首诗歌是咧鼓励咱，当咱决意要顺服上帝时，就毋通烦恼顺服的结果是安怎，毋通去惊迄阻碍你头前的遐个狂风暴浪，因为伫大水泛滥的时，耶和华伊坐咧作王，直到永远。咱着来大胆信靠伊，跟对伊。咱来唱这首诗歌的第1节到第4节就好，请咱做伙来吟。
日3首诗歌练习就到这，请咱备班心来准备今仔日的联合礼拜。今日是基甸会奉献主日，甲建堂奉献主日，奉献地放伫椅仔后面，请兄弟准备心。请安静，动心来敬拜上帝，奏乐。伊要亲像水边所在的树，旋伊的根伫河边，炎热到也无惊，摇悠远要青翠，伫大数的年拢无挂虑，国家果子无散。人的身边万面较鬼客，歹到极头，是水会知伊啊。再个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305首，圣诗305首，请起立。我
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阮是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伊是审判甲正义。伊的囝对圣人投胎，对在世母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是一个死国外，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保护。伊的神是圣人，将咱勇敢守住对咱，互阮伫万辈用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堂会，受调来使用耶稣基督的证据，做互咱的使者，是普世的，可定稳定稳定，令人所有属灵，公平甲受苦，来食做不毛的地方。阮是人为上帝恩典来礼拜，做伫下面，因天行灵来甲放心的生活，为因个上帝。阮是上帝互人有尊严，在以中公道，来有分伫伊的创造，有责任办理三甲管理世界。伊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要有文明、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纵使人有罪，误用这文字，破坏人万民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我靠。请坐。查甲用课文第57篇来应答上帝的话，起应文第57篇。我是种的葡萄树，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因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迄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同心来祈祷。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全能的神，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你的能力充满了宇宙天地，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的能力天天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行走不疲倦，奔跑也不疲乏。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对年头甲年尾的保守甲带领，感谢你，予阮安然度过，予阮行过逐项的经历。过去一年，你予阮经历你的同在，体会你的恩典是够耶的。另外一方面，你阁予阮当时看到阮的无够耶甲限制，予阮知伫新的一年爱继续追求你，甲你搁较亲近，因为阮毋是靠阮家己，是靠着你的恩典甲权能。主啊，求你光照阮，无论是面对好歹的境遇，伫阮心中留下的逐项的伤害、委屈，
怨恨，也是过头得意的心情，求主拢对阮的心中刷去，互天顶逐项好的喜乐平安，搁一摆充满阮的心，互阮面对新的一年，通靠着信心的溃烂，重新回应上帝的呼召。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抱着信心、爱心和盼望，继续做福音的见证者，并且传扬你奇妙的救恩。在新的一年，也求你让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学到与天父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提醒我们不单在行动上面来服侍，更要用整个生命爱你、荣耀你。今日是基甸会的奉献主日，愿上帝感动阮，愿意勤读圣经，明白圣经的真道，得到永生、智慧、平安甲喜乐，活伫上帝的旨意中间。愿你祝福上山教会的福音大大兴旺，愿你的教会伫你的话语中不断成长长大。愿主祝福我们在真道上合一相爱，不分彼此，使我们在生活中有力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将教会建堂事工摆上，求主动工，求主开路，让我们有合一的心志，朝主所喜悦的道路迈进。因为上帝，求你即马进入阮的内面，我要专心注心，通过圣经的教示，明白真理，了解上帝的心意。毋望上帝你的智慧甲气力进入阮的会中，感谢主。阮即时摆伫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讲：阮伫天里地，愿你的名，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过，亲像阮要赦免过的，无你操阮。就叫阮较离你的爱，因为国、权、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歌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第7节，新约歌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第7节。所以，恁既然接纳主基督耶稣，就着照安尼踮伫伊内行，已经定根伫伊，就直直受起造，对神来坚固，照恁所捌受的教示。满满感谢，请洪国荣长老讲道，题目是新君建造。雷兄姐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我阁有机会来到遮尔水的教会尤其来遮听到圣歌队所唱的歌，哇！心内充满着喜乐甲感动。即个松山长老教会的圣歌队，伫咱长老教会是有名吼。感谢上帝。因为以前阮教会捌邀请咱即个进前台神的院长吼，加指挥阮的歌啦吼。所以知影讲，即个伊进前伫咱即个松山长老教会。指挥圣歌队吼，留落诚好的基础啦吼，所以即个歌吼唱了真感动人。我今仔日代表基电会，基电会每年拢有一个年度的主题。今年所选的即个主题是拄咱的师会带咱所读的即个经文内底，伫歌罗西书。第2章的第6节到第7节，阮将即个经文内底的即个重点甲浓缩起来，叫做华语叫做生根建造，若咱即个台语叫做定根起造，定根起造，定根起造。歌罗西书是即个保罗伫加甲所写的即个一个批信，因为。当时，歌罗西的即个教会内底，拄着诚大的即个冲击，因为歌罗西毋是保罗，歌罗西即间教会毋是保罗所建造的，是一个少年的叫做以巴弗，即个所建造的。咱若读即个歌罗西书内底，咱就会看到是伊所建造的。建造了的时阵咧，教会内底咧发生一寡纷争啦。因为当时的即个异端，异端就是讲所讲的即个道理，毋是符合即个圣经所写的即个道理，就是讲当时即个希腊希律的即个铁盒运行伫迄个世界各中间，所以咧教会充满着即个希律的即个铁盒哲学，甲即个外邦人。对教会的即个看法，对耶稣的即个看法，搁掺杂即个犹太人犹太人因是敢若信唯一的神，伊毋是三一的神敢若唯一的这个圣父毋是讲像咱教会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神所以掺杂斗阵伫教会足混乱所以即个保罗伫加甲罗马的加甲咧关的时阵。即个以巴弗怎啊将即个现象，去甲即个保罗甲报告，保罗听了的时阵，伊才写即个批信，写即个批信来坚固即个歌罗西的教会。上主要的重点就是讲，恁的生命爱建立伫耶稣基督的即个招盘的顶悬。恁爱定根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不但爱定根了爱落去起造，爱落去起造。所以咧讲这进前的时阵，我先讲一个故事，就是即个有一个台底的有一个屠夫叫做威廉卡夫，伊是一个19世纪一个传奇的人物啦因为伊是
台牛啦吼，我讲毋对，伊是台牛，毋是台猪啦吼。伫咱东方吼，尤其台湾是拢超台猪较济，食猪肉较济。但是伫西方的世界吼，因拢食牛肉，哦啊，所以伊是一个台猪的即个屠夫啦，哦啊，伊伫即个伦敦的即个贫民区来出世，所以你知影吼，贫民区内底所住的人，就是先产家的人，所以无受到啥物教育。伊个厝嘛足善的，而且伊讲话吼嘛会大字大字，但是呢，伊有一个足好的功夫，就是伊足够杀即个猪肉，切即个猪肉，咧剁即个猪肉，呢剁即个牛肉啦，我讲毋对，剁即个牛肉伊足够怪，因为牛肉甲猪肉无共，猪肉较软，牛肉较硬，而且这牛吼甲猪吼差咧几啊倍，哦，所以咧杀的时阵吼，你也用真大的力量。啊，搁你的刀法爱足准的，你即摆咧切对一个部分，切一个对一个角度，啊，咧切偌大地吼，这拢是一个功夫啦，哦，啊，所以伊伫即个台牛中间呢，因为伊有得到即个福音了后，伊直直想讲吼，伊咧去读神学院，咧来传即个福音，即个福音足好的，啊，所以啊，当时伊就去报名一个叫做牧者的学院吼，伫伦敦有一个叫做牧者的学院，伊读3年就用毕业啊吼。啊，因为伊咧去读这神学院了后的时阵呢，有人就去问当时的一个足有名的牧师，叫做施布真啦吼，施布真。即个牧师讲吼，啊，即个台猪的人吼，台牛的人吼，他会用去读即个神学院啦，哦，啊，即个施布真甲遮个。问的人甲回答讲吼，因为伊有传福音的心志，啊，甲引带人来归向上帝的即个热情，所以是啊，袂用去读，袂用去读啊，哦，啊了，伊就进入即个神学院去读3年了后，伊毕业的时阵，伊去牧会，啊，伊牧会的所在，伊嘛去选迄个较贫民区的所在，哦，甲伊共款环境的所在伫遐，啊，伊每一个月。拢办一个露天的报道会，所谓露天的报道会，就是伫外口办的报道会，哦，搭一个咧棚尔吼，搭一个台仔棚，啊，伊是搭咧对，搭咧教会外口，搭咧教会外口，因为有的人有爱入来教会，所以伊就去搭咧教会即个外口，一个月办一摆啦，哦，办一摆，啊了的时阵呢，伊咧讲道的时阵足趣味的吼，伊拢有一个开场白吼，啊，讲一段。短讲了后咧，伊就将伊台牛的迄个屠夫的迄领衫穿起来，啊，就叫人搬摕一盘足大地的牛肉，放喺即个台仔顶吼，啊，伊放一个刀啊，放一块牛肉，哦，放一个牛肉，伊就若讲道了后，就是若台牛啦，若剁牛肉安尼，哦，安尼用安尼来吸引人啦，哦，啊，所以伊就用即个。比如来讲，因为大家足好奇讲，啊，阁有即个牧师，阁有法度讲道，啊，阁有法度抬牛，啊，阁哪讲哪抬，啊，阁迄个刀法阁遐准，哦，咧切偌大地就偌大地，咧切一个部门就对一个部门，所以大家就足好奇的。啊，伊就掠到即个机会啊来讲吼，你毋好看我吼，即个刀法遮厉害啦吼，我是经过操练就对。我是经过操练，哦，关键毋是伫我的手，毋是讲我即个手足要，当然手足要紧，上主要就是我即个骹徛了足在，我徛在了，我咧剁的时阵才袂去偏去，哦，甲袂去摇出去，啊，所以这是爱经过长期的训练，哦。啊，我徛在伫遮的时阵，就是咱信耶稣基督共款，咱信上帝了后，咱的骹爱徛牢伫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即个石盘顶悬，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毋是讲干那礼拜日来教会听牧师讲一篇道，尔。咱爱平时爱逐日、逐时、逐刻有时阵爱排咱读经的即个时间。互咱的信仰的石盘是坚固伫耶稣基督的话语内底，伊用即个比率怎啊来讲一遍即道理，啊，互大家看，啊，佮表演伊的道法，啊，讲了后的时阵呢，即个猪肉啦，怎啊摕过杀了后的时阵，就邀请伫外口听伊讲道的人，入来教会内底吼，办一个牛肉大餐饭食。
了后时有剩的牛肉，怎个分互遮的入来教会较散，因为伊迄是贫民区的即个徛所在，所以才送互遮的百姓安尼，伊用安尼传福音啦。安尼呢，伊的教会呢，大的复兴啦。普通教会是差不多一场，是2场，伊的教会是3场啦。下早一场，下晡一场，暗时搁一场啦，一场拢2000个人以上。所以伊是用即个方法来传福音。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歌罗西书内底，所甲咱讲的即个要点，就是咱爱定军，定军了后，咱爱起造。定军是即个农业的用词，那起造就是建造，建造是即个土木的建筑的用词啦。所以保罗怎用即两句？即两个重点，我怎甲伊浓缩做2个重点就我今仔日讲的即个主题。咱爱定军伫啥物所在？咱爱定军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拄啊，咱的师会嘛有带咱今仔日的节目表内底有讲伊讲一个比如，就是咱的生命。爱定军就是拿起即个葡萄树，葡萄树就代表耶稣基督。所以咱葡萄树内底伊会生枝嘛，对无？生枝了后，透过即个葡萄树为即个土的即个养分吸收养分了后，起来供应为即个葡萄的树行到即个枝了后时，你才有法度结葡萄。葡萄结起来了，开花了后，才会用生即个葡萄一粒一粒安尼。所以即个葡萄树甲枝的关系，就是咱人甲耶稣基督的关系。拄啊，咱课业嘛有读到即段嘛所以这是应用伫即个约翰福音15章第5节的主题，就是讲耶稣就是葡萄，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所以恁的枝要结连伫即个葡萄树内底，所以才有法度结果子而且可以结果累累看这葡萄发甲真水、真大拍安尼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所以咱基督徒的生命，毋是伫结连伫你的长辈、你的老爸老母。当然，我毋是讲老爸老母袂，但是咱上主要爱结连伫耶稣基督。你嘛袂讲结连伫你的上好的朋友的身躯顶，因为有一天你会去跋倒去。当你的朋友行为无好，还是发生一寡代志了，因为你是结连伫遐，但是伊毋是一个完全的人。全世界圣经咧写，全世界拢无一个完全的人。那全世界若有一个完全的人，耶稣基督伊就无需要降生来伫即个世间来救赎咱。所以咱爱结连伫对，咱的根基爱结连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这点足要紧的。所以圣经内底诗篇嘛有讲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律法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昼夜思想，每日三思，这个人就有福气。所以伫这个新年内底，咱华人上爱都是一个福嘛，所以咱若咧搭这春联的时阵，一般世俗人咧搭春联的时阵，这个福拢甲搭颠倒头，就是爱福到嘛，爱福气，爱有这个福气。所以今仔日我送伫这个过年的中间，我送大家一句话，就是讲：唯喜爱耶和华，只有欢喜耶和华的律法，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每日三思，昼夜思想，每日三思，随时拢受伊的话，拢来默想伊的话人，这个人就有福气啦。所以你咧做有福气的人，就是爱昼夜思想上帝的话。所以咱来我伫遮新年的开始，我来挑战各位，你每一天是毋是拢有读这本上帝的话？这本话，这本圣经。看圣经就足了解啦一本圣经人拢安尼白，拢清气可能你足罕你咧现的啦一本圣经，那
写甲画甲吼，啊，搁而且吼，我即个封面吼，进前拢用迄胶带落去打，伊定咧显嘛，所以就离开啊。啊，尾后我一个朋友做皮的吼，我讲啊，无你甲我用一个皮，即个皮的钱比即本圣经较贵啊，但是吼，足有效果的，拢显袂怎离开就对啦吼。即皮啊，搁愈蒙愈金啦，愈蒙愈金哦。所以这圣经是咱的宝贝，各位兄弟姊妹，圣经是咱的宝贝哦。真啊，圣经是咱的宝贝啊！有一个故事，最近伫网络吼，其实我伫几年前都有看到即个网络，我毋知你有看到吼，就是一个老阿公啦，哦，已经80几岁啊，哦，啊，伊定定拢袂记哩代志啦，哦，啊，为一个孙仔足古锥的啦，有当时啊讲，伊阿公问讲啊，我头拄仔是做啥物代志，我详说袂记伊问，啊，伊定定咧看圣经啦。啊，所以即个孙仔就甲阿公挑战讲：阿公啊，啊你安尼定定咧袂记哩，你看即本圣经敢有效？你定袂记哩啊，定袂记啥物代志，拢咧甲我问啊！啊，我昨是食啥物物件？啊，我头拄仔是带你去佚佗，随讲随袂记哩啊！吼，食老都是安尼。啊，即个阿公就足幽默，伊讲安尼啦，遐有一骹篮哦，用竹仔编的迄种篮吼，你去甲抢水来啦。啊，即个囡仔足巧啊！即篮是用迄个竹仔编的啊，所以有迄个芳啊，有迄细缝啊，它有可能抢水来啦，哦。但是阿公咧叫也好啊，无我就去抢啊，哦。啊，迄骹篮吼，伊囡仔去摕时，才发觉哇，迄骹篮有较有垃圾，因为当时无像即马遮方便嘛吼，有迄个电火啊，啥物拢用迄个土炭，用迄个土炭，用迄个啊，所以迄骹篮是咧囥迄土炭，所以足垃圾的。哦，也有迄个血吼，即个灰啦吼，灰灰啥物乌啦，足垃圾。啊，所以囡仔怎去水底安尼抢起来？我摕到阿公遐时拢流了啊！啊，伊无相信，佫去抢，愈抢的时阵吼，流愈济啦。但是伊发现一个代志吼，阿公甲讲，啊，你即马看迄骹篮，伊啊连续10几摆，迄个囡仔发现讲，迄骹篮煞足清气的，清气当当啦。本来是足垃圾的，经过水的迄个冲洗了后，是足清气的。啊，即个阿公咱甲讲一个大道理啦吼，伊讲即阵咱咧读圣经共款，虽望你毋知影圣经咧讲啥物，但是你读一摆也读，2摆也读，3摆也读，因为上帝的话慢慢啊会进入你的心中，来调整改变你。做毋着代志了后，你有读圣经，圣经有写讲，咱若做毋着代志，咱爱悔改认罪了，咱才有法度成做上帝的囝吼。有内底有足侪教导，有足侪教示，有足侪教咱安怎行的路了。因为你有读了后，可能你是袂记，但是你当你拄着了后，是圣灵伊就会来甲你提醒。啊，因为你有读过上帝的话，所以圣灵会提醒讲。圣经的内底有对一句话捌甲你讲过了，你就慢慢会调整，会改变。这就是咱食物件共款，咱食落的物件有啥物养分咱毋知，但是咱的物件有食了后，咱会生肉啊，咱的血啊，都有即个力哦，有即个营养来运行伫咱身躯的血管内底，供应咱的器官，互咱个。慢慢身体健康，尤其迄细汉囡仔咧大足紧的，就是因为有吸收即个营养分嘛。即个阿公怎啊用即个道理来讲，哦，所以圣经有要紧无？读圣经有要紧无？圣经足要紧的。所以咱爱伫耶稣基督内底来定根啦，吼，来定根，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爱建造，哦，啊，我足爱用即张图的，即张图足熟的嘛。哦，即张图就是圣经内底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内底拢有讲的吼。马太福音第7章的40节到27节，哦，内底有讲有2种人嘛，一种是有知识的人嘛，哦，有知识的人，哦，伊起伊的厝是伫即个石盘的顶悬即张图，伊起厝是起伫即个石盘地基足好足窄的所在。而且地基足歹拍，你拍这地基，伊迄石盘足定的，但是你爱起造伫迄个所在，所以你可能爱开足侪钱的，哦，啊，你嘛爱用足侪的时间，
哦，但是你若拄着雨落即个大雨，有即个大水咧搞，风咧吹，咱咧做风台的时阵呢，你共款徛在。另外一张图是戆人啦，戆的人，伊的厝是起坐伫沙顶悬，沙石地，迄地基足软的，迄个起厝足好起的，你小乌的就用起起来。但是你若拄着雨落，拄着大水，拄着风台咧吹的时阵，你就放甲离啊！我会记。伫差不多17、18年前啦，伫即个庐山嘛，庐山，因为庐山内底有发现讲有足好的温泉，对身体足好，健康足好的，所以附近的人就去买即个地啦，买去地咧起宾馆啦，即温泉宾馆，有一年风台来咱会记风台来了，一间饭店就是起厝伫即个下骹，起伫即个地基。足松的所在，所以做风台来就有即个大水嘛，冲落了，迄间厝就搬落。即摆台湾即摆电视几啊十台对无咱拢有一个印象嘛，咱相信我咧讲这你都有一个印象。有一间厝安尼，壁上一个倒落，因为几啊台拢咧搬，佫搬几十工的所以咱即个印象怎啊一直咱的脑海内，一间厝保护者，就是那一个。所以咱的地基爱建造伫啥物？爱建造伫耶稣基督，伫耶稣基督内底来建造伫耶稣基督。若无的时阵你就会怎啊放落？所以咱来读经，咱来建造伫耶稣基督。建造安怎建造？就是对读经了后，咱来祈祷，甲上帝有相通。当你有读经、有祈祷了后，你的信心就出来，你就有信心出来。伫19世纪有一个，伫咱圣经内底伫咱希伯来书的18章内底有讲18个信心的伟人迄恁家己去读但是我咧讲近代有一个古俄之父19世纪，伫即个欧洲英国的时阵有一个足有名的叫做古俄之父，近代的古俄之父。叫做乔治布勒，伊就是拢用信心咧祈祷的。乔治布勒少年的时阵足放荡的，了的时阵，因为朋友带伊去教会了，伊信主了，伊生命怎一个足大的改变。改变了后，伊的心本来是真定啦，但是当伊信主了后，伊的心就足软，所以伊看到。伫即个英国有足侪即个孤儿，流浪伫街头，伊怎啊甲因捡转来，创一个孤儿院，来甲因邀请因，互因受足好的教育，互因大佫食，互因到有法度自立的时阵，伊就互因出去自力更生安尼即段时间伊拢帮助因，所以呢，伊的一生拢总。即个饲即个孤儿饲超几万个啦，咧我超2万个。有一摆伊一个孤儿院，伊是分布几啊个所在，有一间孤儿院超有2000个孤儿。伊一个足奇妙的所在，就是讲伊的信心足大，伊拢靠祈祷，伊无去甲人冒犯。你照讲古字，伊即种的是爱逐工你看到几个囡仔，就是几个喙嘛，爱食饭嘛，对无？爱开足侪钱。但是伊拢甲上帝祈祷，伊毋捌咧开喙去共冒犯，无去共冒犯诶，伊拢开喙。有一工诶时，伊去迄间孤儿院，都超有2000个人。一个中昼时诶时阵啦，已经差不多咧食中昼啊。一个厨师啦，一个厨师伫咧厨房咧煮菜，怎啊走来即个穆勒即个牧师伊尾也是变成牧师会勉情甲讲牧师，咱即马厨房内底面粉也无啊啦，牛奶也无啊啦连伊即个久安有2000个连遮小朋友下课咧来遮食饭咧安怎？即个牧师怎啊看讲奇怪咧？你咧甲我讲这，你爱甲伊手怎啊比顶悬？你爱甲上帝讲毋是甲我讲这个囡仔是上帝咧邀请伊的，毋是我咧邀请伊的呢。
哇！即个读书有影足歹势，因为伊知影讲即间孤儿院都是上帝咧养饲的一个奇迹啊！太哦，了后时到12点半的时呢，遮个小朋友拢到12点啊吼，遮个囡仔拢行为即个餐厅来。普隆市的餐厅吼，即个餐桌内底吼，拢有摆即个杯啊啦、甲盘啊啦，拢有面包啦、牛奶啦、遐物件、刀叉啦吼。今仔拢无物件，所以即个读书人来讲，今仔日是毋是共款爱开饭就对啦？哦，即个母老讲，照常啊，所以是拢摆出来，无物件，所以小朋友来先看讲，普隆市入遐个餐厅的时，咧食的物件，甲咧啉的饮料的、牛奶的时，拢摆好啊，今仔太拢无物件，所以学生啊，伊也看，伊也看老师啊，结果迄个老师来看即个。招一幕落啊！看伊目睭客气啦，咧祈祷啦。结果奇妙的代志发生啊！即个孤儿院的即个门口的电铃大响啊，哒啦哒哒哒，结果一台马车吼，载一大堆的面包甲牛奶来啦。原来就是讲隔壁一个工厂，伊中昼时拢有叫一个用餐，叫人送遮的物件。但是因为透早的时阵，即间工厂的机械害去，所以即个老板讲吼，咱机械定定咧害可能机械进前就毛病，干脆工人拢休困啦，加去来做一摆大修啦。结果袂记咧通知咧送即个牛奶，甲即个面包的即个厂商啦，所以即个厂商嘛毋知，伊就照时间送来，送来拢无工人啊，所以迄顾问来讲安尼，无你干脆送去边啊即间孤儿院啦。你看觅，上帝有够奇妙无？上帝就调动万有来成就即个代志。伫即个招金母的一生吼，伊将伊所咧甲上帝祈祷的代志，拢甲写起来做记录。所以伊写起来拢总伊一生吼有统计起来，甲上帝祈祷4万几摆，4万几种的祈祷。所以迄写起来，迄本书吼，迄一本啊，读起来足悬的吼。其中吼，甲伊过身了后，上帝接伊转去了后，敢若一项无成就啦。啥物无成就？就是一个细汉甲伊斗阵大汉，迄阵伊做放荡囝的时阵，咧佚佗的一个朋友，伊直直咧甲传福音，伊拢足硬心的，无爱。甲伊过往了后，甲即个招金母的牧师过往了后，差不多7年啊，过8年了后，才信主。伊甲即个人祈祷30几年啊，30几年伊拢无信主，甲30几年后，伊即个才信主。所以伊所有的祈祷，上帝拢甲应验啦。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我伫遮嘛咧甲各位条，你甲上帝的祈祷，你是毋是拢甲写起来？看几月初几，你甲上帝祈祷。几月初几，上帝甲你应验，你来做一个记录。用招金母就安尼，一生4万几摆，逐摆都应用，甲一摆甲一个我老讲的，等33年久，但是伊的信心的祈祷，好，第三就是咧讲阮基甸会，因为今仔日我代表基甸会来吼，所以基甸会是为3个人开始的。阮有阮的核心价值，阮的核心目标吼。阮加入基甸会了后时吼，我拢开玩笑讲挂牌上市，就是拢会甲你挂一个名牌嘛，搁挂一个这基甸会这个徽章吼。这个毋是加油中国石油公司的这个徽章，这是阮基甸的徽章，就是讲咱的光爱放喺台仔顶，咱做的好代志爱互人。将即个阳光归伫咱所信的上帝，吸引人来信上帝。所以阮基甸会了，拢会挂牌上市，就是讲，你即摆是已经是一个基甸会的会员。了后时阵，阮会讲7个7大使命目标啦。第一个就是我头讲，爱诚做读经的人；第二，爱诚做祈祷的人。你读经祈祷了后，你就有信心，诚做有信心的人。了后的时阵，因为你咧做上帝的圣工，所以你爱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分别为圣。了，你爱诚做有一个慈爱心的人。
第六爱诚做有做见证的人，哦，第七爱诚做有奉献的人啦，有7大使命目标。所以即个7大使命目标，讲一个较简单的，就是咧扎根啦，咧定根，咧定根。啊了后的时，你爱诚做有慈爱心的人，做见证的人，诚做奉献的人，就是咧建造啦，互你一摆搁一摆来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哦，所以阮有即7大使命目标。所以我每一摆开月例会，还是开会的时阵，阮拢爱念这7大使命目标，爱念出来，对阮嘛是一种提醒啊，甲一种鼓励啦，哦。所以基甸会有诚好的即个制度，甲诚好的属灵的事工目标，所以基甸会今年伫世界已经有123年哦，123年久。不但无受到即个环境啦、景气的影响，因为基甸会你知嘛？基甸会，阮像讲，阮做基甸会员，阮爱搁纳要会费，搁纳迄落圣经的奉献，买圣经的奉献。像我搁爱出去徛讲台，做报告，哦，这拢爱家己消费。有当时搁爱去参加世界性的郑重圣经去较落伍的所在，爱搁坐飞机，我念伊个报告吼，这拢爱家己自费，爱搁家己出钱出力，哦。照讲，即个机构吼，念伊就萎缩去，但是佫有法度伫即个世界存留123年，这就是因为阮的基础拍甲足扎的，所以无受到影响啦，哦。所以基甸会是为3个人开始，为即3个人开始吼。我今仔有看咱的周报吼，咱的牧师嘛足用心的吼，咱的即个同。有将基甸会安怎来的即个故事写伫内底吼，内底有其中一个人的故事吼，恁若有时间会用去甲看吼。这是美国的总部，这是以前阮以轮胎的总部，了半卖半烧送，阮怎因咧搬去搁较大的所在，怎送阮就嘛免讲送啦，就半卖半烧送，足少的送安尼啦，这总部。哪开始基甸会是拢伫饭店咧经送圣经啦。伫饭店咧经送圣经，所以咱若去到饭店哦，像我加入基甸会，我加入基甸会今年是第29年啦。阮若出差来去住饭店阮拢有一个职业病啦。阮爱为迄个饭店的迄个拖甲拍开看，看有囥一本圣经无？若无囥圣经的时，阮就爱敲电话看。今日去到台南住饭店，我就敲台南的机会，甲会长讲，会长啊，你咧圣经去用地走，紧来补圣经吼，这拢迄落。进前看是拢圣经啦，即几年来吼，即嘛含咧佛教什物佛光山啦，什物每日365啦，拢无佛经啦，无道去个。即几年来就是安尼啊。以前荷兰本来是敢若基甸会尔，即有史以来拢甲饭店敢若基甸会有咧咯。即嘛即几年来，所以咱爱搁较加强，搁较努力。伫圣经内底的时阵，我讲一个真短的故事。伫即个阿波罗吼，人类第一摆咧登陆月球的时阵有无？登陆即个月球的时阵，是一个真大的代志。所以一个日本的记者，伊就奉着即个命令爱去迄个报道啦，爱去54年前啦，当即个阿波罗8号的时阵，是第一摆即个。人类发射即个火箭去月球绕一圈啦，咧伫月球安尼绕一圈，才转来为地球来迄个时间到1968年的即个12月21到12月27啦，拢总有6天的时间，所以即中间都有拄着 Christmas 圣诞节，所以迄个美国的太空总署NASA 就安排迄天的时阵，美国的太空人伫即个太空船内底咧读圣经啦，读迄个创世纪第1章的第1节啦，第1章读安尼几节安尼啦。迄阵都有一个日本记者，我讲过，就是奉派去采访即个记录，所以伊伫即个饭店看迄个电视咧转播的时阵伊足好奇讲哇，他有即落代志啦。
伫即个太空船咧读迄本书叫做《创世纪》，伊毋知啦，伊毋是基督徒，所以伊毋知，伊就因为但是伊爱写报道啊，所以伊就敲电话去太空总署。啊，太空总署的即个总机接到伊的电话，知影讲伊住伫饭店，啊，伊是日本人吼，日本人讲迄英文，你听了知影讲这日本人的口腔，啊，所以讲伊你住咧饭店哦，安尼无你饭店迄个拖啊，你甲拍开内底吼，有一本乌皮的吼，叫做《Bible》圣经，你掀起来，伊即摆咧读的就是第一章哦，第一章第几页吼，遐内底伊咧读的就读迄啦。哦，即个日本的记者吼。邓以了写报道了哈，写一个报道哈，伊讲怪不得美国人能够将太空船发射到外太空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效率哈，工作效率足悬的啦。当我带入去饭店以前啦，因为伊已经将这个航空日志、航空的日记吼，藏伫我的房间内底。伊讲好啊，美国人哦，无怪伊。伊会遐即真值啊！你看嘛，我去甲饭店的以前人伊个航空日志，伊毋知啦，伊毋知讲即本是圣经是基甸会所发的，是上帝照着基甸会，我讲过基甸会伫打开始就是伫饭店，呈上圣经。其实足侪伫饭店咧准备咧饭店咧自杀，也是咧安怎是咧做迄无好诶代志，对生命无好诶代志诶时。去看到一本圣经，生命改变的见证足侪啦，因拢会写起来啦。啊，我今仔用即个大概来讲一下，即送伫饭店内底，阮将迄乌皮的圣经摆一个12架有无吼？就伫遐送圣经啊，做一个仪式。啊，阮记得咧嘛，送圣经伫护理人员，遐护士上辛苦的像即摆疫情中间足辛苦的即工作人员我会记。3、4礼拜前我去中兴医院我代表寄电话去中兴医院因为阮甲中兴医院伊内底有一寡团契，基督教的团契我逐年拢有介绍人去今年是介绍一个魔术师去个广场遐表演，了后阮就伫遐送圣经，位地也是送到14楼啦，拢送互遮护理人员，搁送互遐透过护理人员送互遐患者送这圣经送超600几本。这送护理员阮送的是这粉红色的护理员来对。送上这就是去学校，送伫学校内底，学校的圣经阮送足济。有一寡人讲你圣经送遐济，囡仔敢有咧读？这是事实因为有的小朋友摕到了无咧读你无你就莫摕，伊咧摕。甲你等咧垃圾桶啦，所以阮若圣经送了时，我拢会去粪扫桶去甲翻一下，翻去互等咧遐无伫咧公车的即个座位，咧等公车的车停，是脚踏车的篮安尼啦，会去遐其实阮嘛接到足侪批，就是讲伊的迄本圣经是粪扫桶捡着，阮有一个兄弟足内向的，去做兵去抽到金马奖咱若甲我同年纪的，就知啥物意思，就是去金门甲妈祖嘛。伊摆去着妈祖，你知嘛？伊足内向，军中遮连长啦，还是遮班长啦，拢安尼画来画去，安尼好，无甲当做人安尼所以伊足受那是讲受到足大的侮辱啦。所以伊就像讲咧自杀，你知影意思？伫遐袂适应嘛，咧自杀，举一支枪咧自杀，因为做兵的时拢有枪嘛，伊都做咧收。去轮着班的时阵，爱顾兄弟咧。结果咧，看到粪扫迄个垃圾桶都有一本圣经啦，伊从摕起来咯。结果伊读着讲，主啊，请你原谅因为所做的，伊毋知影。他们所做，祈祷上帝，耶稣咧定时物件先祈祷讲主啊，你下面因所做，伊毋知。哇，伊讲。耶稣受到遐大的侮辱，咧互定时物件，不但无救助遐个人，伊阁为遐个人咧祈祷，伊的心怎融化？了怎为迄本圣经迄暗安尼，为头读到尾读3工，读了3工。即马嘛是阮基甸会的会员，文山区的一个会长
明年有机会，我用邀请伊来做代表基地会来做见证，你看，所以咱拢免怀疑啊，上帝自然会透过圣灵亲自来做工，哦，啊，这个版本哦，这个阿平哥的吼，这个阿平哥的衫，这是专门送阿平哥，这一年送超咧10万本，一年咧10万本，哦啊。军中吼，咱一年365工嘛吼，阮军中一年演讲400几场，因为吼，即摆兵吼，即摆做阿兵哥吼，不用甲管伤严，管伤严伊若放假伊就无爱来，啊无爱来的时阵队长就爱记过啊，你知影意思？啊，阮圣经吼内底都有一寡，哦，阮会派迄讲员去甲因辅导嘛，去甲因辅导，阮有一寡心理辅导的讲员啊，所以因足欢迎阮去。啊，阮拢叫献开你第几啊，啊，圣经有一句话讲，凡事都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阮就叫献安尼。吼，啊，所以这军官吼，这好啊，因足欢迎的，讲阮替伊毋敢讲啊，阮替伊去讲啊，吼，啊，阮可以带动表演啦，吼，表演啦，啊，啥物啊，了才讲一寡圣经的故事，啊，送圣经啦，啊，这接受力足悬，哦，我有一摆咧坐高铁的时阵。伫小时室咧坐咧单车的时阵，拄着两个阿兵哥，吼，穿咧阿兵哥的衫嘛，啊，我一背包伊讲，哦，做兵足无聊，我说爱笑讲，我迄阵做2年啊3年，你即摆做4个月尔，有个人做2礼拜尔，你咧无聊对无？啊，伊讲啊，敢有啥物册互人读？一个阿兵哥吼，仲要为迄皮包摕一本讲，这本足好咧，你爱读。伊讲啊，真正较好，有啊，我有本啊，但是我无读，我拢甲等咧书柜内底啊。伊讲哦，我迄阵做兵的是兵变啦，兵变特别听有啦。女朋友替人对人走，啊，所以吼，哇，心内足忧愁的，足灰心的啦。啊，倒阮基电话去做军中去做迄个见证送圣经了，哦，阮有教伊讲，你若拄着困难，拄着灰心，哦，拄着失望的时阵，你爱读第几啊，伊就读起来读。哇，啊，结果讲吼，这本圣经吼，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啦。我本来是失恋哦，爱食金蕉皮哦，足艰苦的吼，踮咧自杀哦。结果这本圣经来改变我哦，都即个对话啦，我都伫遐咧单车，我听着讲哦，感谢主，哦，就是这本圣经啦，这本圣经。哦，啊，这送一下，我嘛有送迄个中英的啦，中文甲英文哦，高中以上啦吼，我拢送迄个中，啊，大学我拢送中文。啊，这送去啊，小朋友拢真欢喜啦吼。啊，这家教嘛送足济。家教的效果特别好，因家教内底拢无聊啊，无代志好哪做啊？哦，啊，家教送去的时阵吼，哦，我嘛捌听到一个故事，伫咧送去的时阵，伊无爱读啊，哦，啊，因为家教内底伊迄个人本来是吸毒的、吸毒的，啊，所以送去家教内底当然无毒品啊，但是用买迄乌漆的香烟啊，足贵啊，啊，所以迄乌漆的迄个香烟哦，伊拢甲拆开了吼。用报纸一支包做3支啦，较省嘛吼。啊，但是这报纸乌烟啦、乌烟味吼，啊，佫报纸是用迄个废纸为做的，所以拢足臭的，炒起来足臭的。啊，阮寄电话去送圣经，我就知影伊咧讲啥。伊讲恁去送即个圣经哦，纸佫安尼薄薄薄啊，片叶佫香啦。哦，我讲吼兄弟啊，啊你安尼拢甲我拆几本，伊拆迄包香烟就对了。伊讲这包迄分起来，本来用报纸啊，油烟味足重的，啊用这包起来吼。咧炒的时阵足香的啦，哦，足香的啦。伊讲歹势，甲你拆3本，啊，讲啊你买也是啊，他信主。伊讲伊咧拆中间吼，咧关家遮吼，遐个人虽然是品行无好的人，但是还佫有良心啦。伊讲兄弟啊，你人这啥物伊甸会吼，伊基甸会搞不清楚哦，伊甸会较有名。伊讲这伊甸会吼，这做善事的，无你嘛爱共拆一页读一页。尾伊真正，甲上尾本的时阵，伊有咧读啊。尾仔伊读着讲吼，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伊甲上帝祈祷讲吼，我你来敬我即个分，我来信你。啊，但是吼，伊咒抓了，伊袂记哩，你知影意思？哦，伊讲我明年几月初几开始吼，过年过我就咧，啊，结果吼过年过迄天吼，伊咧抽迄个烟吼，迄味煞怎啊无共呢？臭啦！伊若是有鸭血吼，我也甲上帝咒抓吼。讲哦，我咧来信你，啊，我咧读迄落吼，对嘛？即个
即个人就是倒坐咧我的边仔，我一摆伫天成饭店吼，阮台北拢总有召个知会，就是联合 A 例会，邀请一寡人更生人来做见证，伊是算批言坐我的边仔，我甲问的啦，我也问讲你是安怎信主？伊讲歹势，伊讲的见证，其实足侪拢安尼，我一摆去花莲吼，去代表基地去分享，迄是原住民的部落的教会，一个去甲我接送的。伊听我讲了，伊先甲我送我去车头，去火车站坐车吼。伊讲洪长老，你今仔讲的吼，我迄阵伫监甲互关，我嘛是安尼，我嘛是拆圣经，拆甲信上帝，所以讲兄弟姊妹，监甲的效果特别好啦，足济。这阿兵哥的啦，你看阿兵哥，阮叫因读了的时候，大家足欢喜，第几页拢举手，这我这个倒手边这个这个照片这个拍内骨带这个是医生嘞，华联的医生，伊小儿麻痹嘞，伊生意足好，伊即嘛做职业的。但是阮军中我讲过啊，一年365天，阮做400几场，讲员足欠的伊嘛落去演讲啊，落去演讲了送伊一个，伊嘛甲伊的患者讲歹势，我今仔都有代志无闲无你等下咱约讲当时咧做的迄个咧看诊的，你甲演较当时。上帝的时间排第一，伊咧华联的，佫有去非洲的。讲兄弟姊妹，恁所奉献的钱，阮拢一角一线拢摕来印圣经，了的时阵，阮将部分的钱，交美国的总会，美国的总部，头拄仔咱有看咧总部了，伊怎印迄个非洲，也是印度迄个足善的国家。因根本无钱印圣经的所在，所以讲兄弟姊妹，有可能你今仔日奉献的钱，是透过基电会了去支援遮非洲的国家。咱有一天，咱拢会转去天顶，咱去天堂的门口，讲兄弟，有可能一寡人三皮巴啦，皮包骨，头毛球球，皮乌乌的，伫遐甲你说多谢，你免怀疑。有可能你今仔听到我所讲的分享，你有感动，你所奉献的钱，透过基电会去印这个圣经来拯救因。你看去非洲送圣经吼，当遮的小朋友听讲人咧去送免费的书圣经伊毋知圣经是啥物，就免费一本书，因为非洲足善的，因根本拢无书啦，无一本家己的书，所以拢排队啦即个方面，即个是因公即卖。少年董事长陈建信用光化学伊去非洲啦即种智慧拢爱家己顾及，种上圣经，囡仔拢排队来咧领你看嘛，一个拢排队来咧领圣经，阮这喙八甲开，一个去非洲去2摆，遮拢伊的粉丝啦，拢伊的粉丝，所以去了的时候，佫去第2摆，一摆去爱开车10几万去2摆，你看，拢送圣经。遐小朋友大家拢足欢喜，这是伊个查囝。阮伫台湾灯会的时阵伊规家伙拢来送。这囡仔迄阵才超3岁外4岁的时阵，即摆读1年啦。这几啊年前我去，我拢斗阵送圣经。伊足可爱，伊拢安尼伫台湾灯会讲，史伯伯你好，你有读过这一本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吗？一般人拢无，就送给他，大家拢收啦。足古锥的即个就是阮第1摆去非洲送圣经头毛白白即个王长老、王明仁长老，伊个桃园长老教会，伊是更生团契的董事长。伊讲伊去送圣经的时，送甲拢摕了的时，一个囡仔咧雄公公走来，伊讲伊搬山过岭了3工，当伊听到讲有人咧免费送圣经、送书的时，伊搬来，干就拢送了。伊带着安尼足靠母的即个眼神，甲讲 ，Where you come back next year？ 你明年当时咧来，我咧记咧，我咧提早来咧等。所以即个非洲即个国家，即个对圣经的靠母是何等的大。所以我头拄仔讲迄个比喻，就是讲，咱愿意奉献，咱的钱是咧抢救即个灵魂，后摆灵魂伊会来甲你报答。可能你嘛毋知，我嘛毋知，但是。灵魂知，上帝知，伊会来甲你报答。你看这非洲这是我伫台湾灯会送这是中英文的。
即马灯会佫搞，阮佫开始咧布置，即摆的灯会几啊位啦，所以阮来派足侪人去送圣经的吼。愿望讲嘛，为阮基电会即个赠送圣经来祈祷，互即个果效会用来达成，互接着圣经的人，因愿意来读的时阵，圣灵充满伊透过即本圣经，也做因一生上大的帮助。我今仔报告到这为止，多谢各位，请来压头三甲祈祷。真来主，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有机会，互细囝代表基电会来到你的名所起造的松山长老教会伫遮来分享今年的信息，就是生根建造、定根起造，互阮每一个认捌上帝的人，阮的生命拢甲耶稣基督结连，耶稣基督作为阮的照盘，作为阮永远的帮助，永远的照条。求主你祝福松山教会，因即马也嘛咧建堂。求主你透过各种的方法，互因即个建堂的即个事工真顺利来完成，来荣耀你的名伫即个新的一年，互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新的愿望，互阮拢会用伫即个新的一年互阮用透过即个圣经来改变、来起造互阮成做上帝你所喜爱的囝儿。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囝儿事事拢伫主的带领中诚做光，诚做盐来荣耀你的名。咱恳求祈祷，拢是用靠主的圣之名。阿免。请来读今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两遍，一遍台语，一遍华语。来，因为阮是上帝当着我的，恁是上帝所造的园，上帝所起的厝。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9节。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同工，而你们是上帝的田地，上帝的房屋。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9节。再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信诗255首，圣诗255首，请起立。
遐济电灯奉献，请林宗正长老、蔡淑芬长老、许光宇长老负责奉献。奉献请赖玉凡执事、陈秀娥执事、吴慧芳执事、曾玲仪执事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3点，今日是基甸会奉献主日，特别派洪国伦长老前来讲道请安。多谢洪长老，请兄弟关心奉献。第4点，少年大学1月30日拜二上午10点要举行返校日桌游活动。集体关怀。第2点，本会出席的廖俊松传道，伊是廖罗素梅姐妹长子丁。3月初5下晡3点要按摩，并且就任门诺会木栅教会牧师。礼拜地点咧博大尼儿少家园。要参加的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登记到2月12日为止。请牧师补充报告，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今仔日感谢洪长老来代表基甸会来请安讲道。伊今仔日嘛有2位同工做伙过来，互咱请因的同工徛起来，咱拍拍欢迎因。好，这是咱来祈祷，咱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伫各所在宣教师祈祷。咱头拄嘛有听到基甸会最近伫为着即个台湾灯会的即个准备要发圣经的安尼事工，互咱嘛为着因的事工来祈祷。咱嘛为着咱教会建堂事工，为着怀孕的姊妹慧芳、宇文，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刘道明兄、詹美荣姐、民主姐、阿淑姐、俊成兄、阿卡姐、赵雄兄、来富姐、邱菊姐、邱玉姐、
应宣总贵兄、张老师、邓妈妈、公基姐、陈其雄长老、怡礼、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谢平兄、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药庄兄、李雀老师。好，咱嘛为着咱明仔载开始就要开始上班啊！吼，咱放即个假放真久，互咱嘛恳求主，互咱会当真紧来恢复正常的生活。吼，所以咱开嘴为着遮个事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今仔日借着洪长老伊的讲道、伊的分享，互阮听见真侪感动人的故事。主恳求你保守基甸会因所做的工，恳求主，互因所发出去每一本的圣经，拢有功效，拢会当进入人的心，来做真美好的工。主啊，恳求你来帮助阮的教会，互阮伫遮支持基甸会的事工的时，毋若是金钱的支持，也互阮伫祈祷中会当来继续为因祈祷。阮也要为着伫逐所在服侍遮宣教师祈祷，恳求你保守遮宣教师，互因伫真侪对基督教真无友善的安尼环境内面，主恳求你保守，互因拢有平安。也为着台湾，为着世界来祈祷。愿伫放假的即段期间，主阮看见伫世界也有真侪战乱，真侪人拄着天灾，也是真侪人伫饥荒，真侪人伫遮个政治无安稳的环境的中间。主恳求你保守遮个人，互因真紧会当来得到解救。主也恳求你保守，互阮继续会当为着因祈祷。阮也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祈祷，无论是阮建堂的事工，也是阮逐样对外对内的事工，恳求你拢保守。也恳求你来看顾阮的兄弟姊妹、怀孕的姊妹、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恳求你拢看顾保守因。医治因，互因紧紧恢复健康。阮也要为着阮明仔载开始就要上班，愿恳求你来保守，互阮的兄弟姊妹有教育的气力，互阮紧紧来恢复，真适应阮即个上班的生活。主恳求你保守阮的兄弟姊妹，特别伫即个寒冷的天气的内面，愿恳求你会当来看顾、帮助，也特别有几位的兄弟姊妹，因若确诊，也恳求你，互因真紧来恢复健康。愿将教会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用圣诗，圣诗547首，圣诗547首，也因时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
阿门。请坐。